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8，以西结书18章32节安尼讲：主耶和华讲，人的死，我无欢喜伊的死，所以恁着回头来得着我。三角来祈祷，无欢喜阮来死，爱阮回头来得着我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然圣洁、全然公义的至高上帝。你是满有怜悯、满有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你无爱人伫罪恶中来死亡，你毋愿一人沉沦，乃是愿意人人悔改来得着救。主啊，你极大的恩典甲疼痛，我就是用一世人也无法度报答。主啊，阮前行马路，阮搭要回头，离开罪恶甲死亡的路，我等来你生命的源头，求你互阮定心活伫你的同在甲恩典中。主啊，因为你有讲，你无欢喜人伫罪中来死，你爱阮就回头。主啊，因为阮若是回头归向你，就要通得着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